首進荷里活猛片嘅 Now 影視點播站率先睇，而家除咗可以喺電視睇，更可以喺電腦兩邊一齊睇。要喺電腦上播放電影，首先你要登入網站，輸入你嘅 Now ID 資料。如果你未有 Now ID， 就可按立即申請登記你嘅 Now ID， 然後選我的 Now ID， 再選你用緊嘅 Now 寬頻電視界面，跟住指示按下 Now TV 遙控器上嘅控制，進入用戶界面，再選設定，連結其他服務，再輸入 Now TV 密碼，好快連結編碼就會出現。最後返回電腦，輸入剛才嘅連結編碼，收到確認信息，連結就完成。之後你就可以即時喺電腦上享受精彩豐富嘅荷里活猛片啦！一個價錢，兩邊任睇，唯有 Now 影視點播站率先睇。